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。試沖裕坤學校嗰日喺黃竹村航拍嘅時候咧，就無意間發現咗呢座亮眼嘅建築啊！咁根據地圖顯示咧，佢就係喺本身古井古市學校嘅位置啊。清末民初咧，海外僑胞深信教育就係振興家鄉嘅根本啊，於是咧就興起咗一股捐資興學嘅熱潮啊。裕坤學校咧就喺咁樣嘅背景之下應運而生啦。咁喺校名裕坤之中咧，我哋就可以窺見到創辦者嘅殷切期望啊。裕就係指培養滋養，坤咧就係指同後代，裕坤合埋一齊咧就寄託咗啟迪文字、造福桑梓嘅美好願景啊！新中國成立之後咧，為咗整合教育資源，試沖裕坤學校咧就同山頭協德學校合併，成立咗古市小學。裕坤學校嘅夯土建築身份咧，標誌住咧佢係僑鄉早期而且極為之珍貴嘅原真性教育遺傳啊！佢樸實嘅形態背後咧，就係海外僑胞喺最艱苦嘅階段反哺家鄉、赤誠初心嘅見證啊！